我係吳英鵬，係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嘅議員。我喺內地出生，喺香港讀書，咁畢業之後咧就留港工作，扎根香港。我係深愛香港呢個美麗嘅城市，咁我係立志服務香港嘅。咁我嘅本職工作咧係一位內地嘅執業律師啦，同時亦都係一位香港嘅執業大律師。能夠當選立法會議員咧，我深感責任重大，使命光榮。未來4年咧，我會重點落實我提出嘅5點政綱啦，包括我哋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啦，去堅定落實行政主導，去提升我哋香港特區嘅依法治理效能，同埋咧亦都會推進呢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嘅規則銜接啦，同埋我哋北部都會區嘅經濟建設。有兩地嘅一個法律專業背景啦，咁其實咧，你喺議會當中咧，會點樣去發揮呢個咁獨特嘅一個嘅作用咧？咁我認為我作為兩地律師咧，熟悉兩地嘅法律咧，係呢方面嘅專長係可以服務我嘅議會工作。咁立法會最重要嘅工作咧，就係立法工作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嘅立法咧係涉及方方面面嘅，就唔係傳統嘅一個立法工作啦。例如我哋嚟緊會有呢個北部都會區嘅專屬立法啦，亦都有我哋講緊呢一個香港同埋內地之間呢個特別係大灣區嘅法律方面嘅規則銜接同埋機制對接啦，更好地實現呢個軟連通香港同埋內地之間呢個人流、物流、數據流、資金流嘅自由流動係非常緊要嘅。國家嘅15規劃為我哋香港賦予咗一個全新嘅再出發嘅契機。我哋首先要落實好行政主導，提升我哋香港依法治理效能，上下一心，團結再出發。